继续来看新北市一个15岁女学生到新竹的尖石乡来参加着夏令营。昨下晡，15个人伫教练甲助教的带领下，到景平溪来做漂浮的测试。这位女学生顺水漂的时阵，这个脚无小心是卡伫个石头的空棒，煞全渡水死亡。再去新竹县政府去稽查，那2个教练是从函送法办。 救护车赶紧要将人送去病院，这个过程中，佫一直做急救，不过这个学生医员无意识，唔知人，抢救到暗时8点15分无效。这是伫山区的水出来一个夏令营，伫新竹县的尖石山区，想袂到会发生意外。飘就飘到里面去。 昨2名武林贴的教练带15个学生伫营地边的景平溪做漂浮的测试。 下晡4点外，一个15岁姓黄的女同学被发现脚卡伫石头旁，袂顶袂动，救起来时已经无气焰。同仁抵达现场的时候，患者已由营队的教练拉上岸，呈现欧卡。武林贴的现场，铁门关掉咧。经过了解，伊是专办夏令营、撩溪顶的活动的训练营。7月份暑假招5个梯次，拢是5天4暝，每一梯次爱开12000块。这个女学生参加是最后一梯，想袂到所发生意外。现场有关业者、教练等人员责任 部分，本分局课证调查厘清，并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。除了2名教练被函送，透早新竹县政府嘛去稽查，这个活动敢有违法，相关的单位要去调查，已经通知家属、学校，并且报检察官来验尸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